全国最大里就是高雄左营区的福山里，人口数超过45000人，预计今年7月一拆4。区公所表示，之后将拆成福山里、福荣里、福华里跟福滨里，但有里民对其中一个里的名字有意见，因为福滨里跟殡葬的福滨谐音，觉得触眉头不吉利。我反对啊，因为福滨的谐音就是殡葬这个滨的谐音啊，不好听。讲要改福滨啊，我们这种反对啊。里长说，早期商人在这里盖房子，有福滨社区，旁边有山水社区，才叫福山里。现在拆里之后的命名引发民怨。那有关福滨里的滨字多人反映它不雅。那我们公所尊重民意，那有在我们公所的官网跟脸书充分的让大家来表述意见。也就是说，福滨里这个名字还没拍板定案啦，请里民先别生气了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